那个声音是在念易经正式证明的正，解释的是可以搜寻善书图书馆，善书图书馆免费下载。研究佛经、道经、道德经，还有佛经的研究道学、佛学心得。达摩宝传，这都是达摩宝传，很用心学习，对禅宗语录也很有研究。这是对六祖坛经对六祖坛经很有研究。心灵音乐，你看，心灵音乐帮助悟道。